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5月初10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2篇第1节到17节，箴言第3章13节到18节，约翰福音第8章31节到3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：什么人得到福气？福音到底要予什么人？一直是困扰犹太人的问题。为什么不是非犹太人的困扰？事实上嘛是啦吼。但是犹太人上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，迄是因为因非常的自私，因只愿意领受祝福，无愿意承担呼召的责任，来分享上帝的福分。因无愿意去读上帝予亚伯拉罕呼召。伫经文安尼讲，上帝对亚伯兰讲：你要离开故乡、亲族，甲你老爸的家，到我要指示你的所在去。我要予你多子多孙，因要形成大国家。我要赐福予你，予你大有名望。安尼，人要因为你来蒙福。祝福你的，我要赐福予因；咒诅你的，我要咒诅因。我要借着你来赐福予万民。这是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。亚伯拉罕伊受呼召，得到上帝的祝福的目的，就是要予人因为伊来得到福气。所以亚伯拉罕的蒙呼召是上帝予人、予万人得到福气的这个使者以及工作。这嘛是犹太人基督徒所需要受的呼召的责任。伫经文中间咧讲的万人，是咧讲非犹太人，是犹太人喙中的30个人。咱若参考出埃及记12章第38节，你和合本的翻译咧讲到这个婴仔人安尼吼，男杂的人安尼。牧师认为这个翻译无介好势啦吼。现代中英译本2019年的版本，伊翻译做有济外族甲牛羊嘛对因做伙行。安尼翻译比较较接近原来的意思。捌听过有一寡牧者将这个男杂的人，中文叫闲杂人等，解释做因是迄个麻烦的制作者，实在是讲安尼加重安尼吼。但是牧师认为安尼的想法是一个错误的解说对圣经。圣经要说明的是上帝的救恩，恩福毋是简单予犹太人而已，乃是外邦人也领受的。约翰福音第8章31节到38节，耶稣基督的门徒约翰就非常清楚。耶稣对信伊的犹太人讲：恁若持续遵守我的教导，就真正是我的门徒啊！恁会认捌真理，真理会予恁得到自由。因就回答讲：阮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阮无做过什么人的奴隶。你讲恁会得到自由，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耶稣对因讲：我心中甲恁讲，每一个犯罪的人拢是罪的奴隶。
奴隶伫家庭内底无有稳固的地位，囝却是对头到尾拢属伫家庭。爱诚做是上帝的囝，就互恁得到自由，恁就真正是自由的人啊！我知影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但是恁想要杀我，因为恁无要接受我的教导。我讲的是我的老爸指示我的，但是恁做恁的老爸甲恁讲的。犹太人掠家己做义，认为因无做过任何人的奴隶。事实上，因袂记即上帝差遣摩西带领因脱离埃及的奴隶生活，离开迄个做奴隶的地。因嘛袂记即因捌去互人掠到伫巴比伦，互巴比伦亚述所奴隶遮的生活。因捌伫即个需要中间恳求上帝的怜悯甲救恩，但是因却伫生活平顺的时阵袂记即了，甚至因得到救恩啊，也变做固执佮自私，拒绝将救恩甲罪人外邦人分享。犹太人家己无得到自由，因掠做因家己有，但是迄个却毋是真正的自由，因为因的内心去互束缚伫拒绝别人得福气的即个感觉内底。因并毋是一个有上帝智慧的人。箴言第3章13節到18節的經文安尼甲咱講：追求智慧的人有福氣啊，找到悟性的人有福氣啊。智慧比銀閣較有利益，比精金閣較有價值。智慧贏過珠寶。你所愛慕的，無有一項會通甲伊來比拼。智慧互你長歲壽，也互你富貴榮華。智慧互你過真愉快的生活，帶你行平安的道路。聰明的人有福氣啊！智慧要互伊性命。保羅是一位明白上帝旨意甲呼召的人。伊講：兄弟姊妹啊，我愛恁知，有幾啊擺我計劃訪問恁，但是總是有一寡代志阻擋，袂完成。我的目的是要愛佇恁的中間帶人來歸主，好若親像其他的外邦人的中間一樣。因為無論對什麼人，開化的、無開化的，有學問的、無有學問的，我攏欠因的債。所以我迫切將這個福音也傳予恁佇羅馬的人。這是記載佇羅馬書第1章13節到15節。保羅說明着伊所領受福音的呼召是無有差別的。目的就是要將福音傳予所有的人。保羅另外佇寫予歌羅西書第3章第10節到17節，安尼講着：換着新的我，這個新我是對創造主上帝照家己的形象不斷來更新的，會通完全來入捌伊。若安尼講，無閣再有希臘人也是猶太人的差別，也無閣再受到有受割禮、無受割禮、野蠻的、未開化的、奴隸、自由的人這種的分別。基督就是一切，基督對頭貫徹到一切。
上帝听恁，拣选恁做伊的子民，所以恁着爱有怜悯、慈爱、谦逊、温柔、甲忍耐的心。有纠纷的时阵，着爱互相宽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恁，恁也着爱怎样来饶恕别人。伫这个一切中间，爱加上疼。因为疼会让联系一切的德行的关键。基督所享受的和平，要伫恁的心内做主。为着互恁有这个和平，上帝选召恁归伫一体。恁着爱感谢，恁着爱互基督的信息丰丰富富、长长带伫恁的心里。着爱用各种的智慧，互相教导苦劝，用诗篇、圣诗、灵歌，对心底来发出感谢的声来讹落上帝。无论做什么、讲什么，恁都爱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伊来感谢爸上帝。无论做什么，拢应该爱照耶稣基督的引带。遵行上帝的召命，成做福音忠心的仆人，互所有的人，包括外邦人、海外的罪人，拢会通蒙福、得福，会当成做这种的人。诗篇102篇第1节到17节。上主啊，求你听我的祈祷，互我求救的声透到你的面前。我伫危急的日，毋通面越走，毋看我。求你按耳孔听我。我求救的时，求你随时应我。因为我的性命亲像烟消散，我的骨头亲像柴伫火炉底烧。我的心受伤，亲像草打去，连饭也拢无食。我吐开海产，我消散落目。我亲像旷野的低谷，亲像风暴的暗光照。我规暝无困，亲像厝顶孤单的鸟仔。我的对敌规日侮辱我，踢笑我，用我甲人咒诅。我用火釜准饭食，所啉的掺目屎。这是因为你去圣地发受气，甲我举起来，搁下落去。我的性命亲像日赤，亲像草打去。只有上主你永远存在，互人纪念到万代。你要起来怜悯錫安。因为现在是施恩的时，指定的日已经到。你的仆人意爱錫安的石头，连伊的土粉拢保守。列国会敬畏上主的名，世上的君王拢会敬畏你的荣光。因为上主中建錫安的时，要伫伊的荣光的中间显现。伊乐听散赤人的祈祷，袂看轻因的恳求。恳求上帝帮助阮明白你的救恩甲护照，同好互阮愿意来跟对你的旨意行，成做正人的祝福，帮助人蒙恩得救。感谢主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